我们非常开心来跟各位大家解解法缘。这一章的内容很简单，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做人本身基本的道德观念应该要了解这个内容。如果不违背，你的人品就高尚，人品一高尚，福报就增长，福报一增长，所求就能吉祥如意了。各位，你们看这一章，最可耻的语言是揭发别人的隐私啊。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，或者他很委屈的，或者他受到某一种打击，内心里面创伤很大，他也忍耐，他不愿意去告发，不愿意去跟对方撕裂感情。我们不懂人家的忍耐心啊，所以很可耻的语言是什么呢？是揭发别人的隐私，把他内心里面没有办法跟别人来言谈的内容，你刻意的把它揭发出来，这个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。我们人要知道，这个是很可耻的，没有羞耻心。你的语言一讲出来啊，对别人是一种打击，是一种伤害。我们做人的品德很重要。最卑劣的行为，一个很庸俗、很低劣的行为是什么？是打击别人的善行。别人做善，我们应该要有认同感，而且要有随喜功德，对不对？不应该利用人家做好，结果我们故意障碍他、打击他、嫉妒他，这个是非常卑劣的、非常庸俗、低劣的行为。我们不应该做出的行为。这一种行为一旦出现在你的身上，人家会看不起你的，会藐视你的，你的人品是非常差劲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两句话很简单的，但是随时提醒我们大家，尤其是在一个团体生活当中，在一个单位里面，或者是一个公司行号，我们跟别人相处生活在一起，更应该要知道这两项东西一定要小心，随时提醒自己，我们不要去破坏这个团体，不能破坏这个单位，尤其寺庙更不应该制造是非。那么大家和谐，非常和和气气的生活在一起，很逍遥自在，大家都能够成就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。人家有好，我们要随喜赞叹啊，好好的鼓励他们，大家往前走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如果大家都能秉持这个理念，单位也好，社会也好，会更加的进步，更加的和谐。以上借用这一章来给各位大家互相勉励。阿弥陀佛。